台南發生一件囡仔拿槍去互苦毒的案件，一個無摕到合格證照的年母，照顧一個一歲翁仔啊，才3天的時間，翁仔啊全意外過身去。家屬發現講啊，這囡仔的身軀有不明的傷勢，懷疑講敢是有人甲苦毒，全死去。檢方已經介入偵辦。台南市的社會局強調，這個姓李的查某已經違反兒少管法，會依法來甲裁處嘛公布名聲。暗時10點外，規定人西區北崙的時候，去這棟姓李的查某的徛家，押金紙等雞卵，互附近的住戶踹一個。因為傳出這位年母敢若有苦毒囡仔，致使人過身。附近居民講，這個姓李搬來這打2個月。案發當天透早，捌聽到厝內傳出囡仔咧哭的聲，無延誤下晡救護車就到現場，針對民眾包圍繳料的事件，警方嘛成立專案小組，甲3個人抓到案。我們有聽到車子的聲音，我們來出去看，他才說一定有人來牽。有人來牽的對了，平常呢，他們的看起來就怪怪的，因為我看過這對夫妻好幾次了。全案依涉嫌恐嚇及聚眾妨礙秩序等罪嫌，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。這件死者是一歲翁仔啊，家屬是透過面冊逐個月16000塊的費用，把囡仔交予這個姓李的照顧。15中晝，伊才拄回報囡仔咧歇到，無到1點鐘，煞甲家屬通知講囡仔已經無心跳。家屬指控囡仔咧急救的時不時去吐血，頭殼無緣無故有烏青，懷疑敢是予人虐待。台南市社會局調查發現，這個姓李的根本無年母證照，嘛無辦居家托育的登記。打互告的時陣，伊敢問講你幾歲？講24歲。然後後來才知道說他才滿18，他趕快給小朋友帶回去，不要讓他聽。他監護真正真的那麼無能嗎？連這個代誌無法度好好保護小朋友。現場除了不幸離世的死亡幼童之外，另有4名幼童，包含李姓女子的2名親生子女。其中1名幼童在家長接回之後，發現身上有不明傷勢，已經送醫檢查及驗傷，來釐清傷勢的成因。福建社會局已經檢舉案底這個囡仔，嘛講會以兒少權法，甲姓李的查某罰6萬塊，兼公布名聲。未來若檢方調查，確實有影苦毒囡仔，上懸通罰甲60萬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